算命仙呢？作者蔡连金。手摇签筒有3支哦，抽灵签卜圣卦，卜卦兼算命。咱定定听人讲，用网用看命爱钱，就是咧讲算命仙仔啦。算命仙仔算招喙好累累，毋过嘛是真侪人爱上命。有一天，阿勇甲朋友去踅夜市啊，无论是假的、算的，逐担都踅透透。才看到一个算命仙仔咧排档替人算命，边挂一块布条写“铁口直断4字”。阿勇甲朋友拄着紧，行为算命仙仔遐去。算命仙仔看到因活来，就比喙叫因点点，刷落去讲：“少年诶，恁看来天庭饱满，意气风发，只是这运动有淡薄乌云。我看恁一定是事业未顺，要换头路对无？免歹势，免歹势，遮济。”这个时阵，过路人看有人要算命，就围过来看老节。看勇因两个拢无表情，算命仙仔就搁讲：“这我知啊，光线伤过暗，我看毋到去啦。详细看，恁面色红牙红牙，一定是姻缘到，要问婚姻对无？”因两个共款无啥物表情，算命仙仔就搁转话关讲：“看恁斯文，一表人才，一定是要问学业吼。”这个时阵，徛伫边仔咧看老节的人，就3色人讲5色话，鼓励勇因两个讲无要紧啦。算命仙仔敢若强要无法度落楼梯，就搁讲：“看恁目头角角，有苦难言，是毋是要问家庭，抑是身体？”勇因两个是论甲强要挡袂牢，毋过共款无讲话。算命仙仔真正火大，就大声话讲：“少年诶！恁敢是下狗诶？我铁口直断，毋是咧互人叫假诶呢。恁是存心要来闹场诶，是毋是啊？”边仔诶人敢若等咧看老节，等甲掠讲就十喙9尻川，一喙一指，一句来一句去，怪勇因两个到底是咧变啥梦？算命仙仔真受气，大声讲：“恁到底是要问啥物？若是毋讲，存心要来拆我铁口直断的招牌，我就真正互恁好看。”这个时阵，围伫边仔咧徛关山看马烧塔的人就讲：“对啦对啦，少年诶，恁做恁讲免歹势啦。”勇甲因朋友论真久当挡袂牢，就开喙讲：“是你用手笔叫阮爱点点，哪会怪阮毋讲话？”算命仙仔就应讲：“好好好，无要问啥，请恁讲。”勇甲因朋友就大声讲：“我要问你，便所伫倒位啦？”所有在场的人真正是也好气也好笑。你看我，我看伊，看算命仙仔伫遐目睭当白人，大开喘袂离。